繼續我哋嘅特別節目。咁國務卿鮑威爾就啱啱表示啦，連串嘅襲擊等同向美國同民主宣戰。而今次事件令美國人震驚嘅就係，連國防部嘅五角大樓都不堪一擊。美國情報系統係咪出咗問題呢？受到襲擊嘅五角大廈燒咗一日一夜，火勢仲未完全救熄。1947年，美國國防部開始喺五角大廈辦公，由嗰陣時候開始，五角大廈就代表咗美國國防部。五角大廈可以容納23000幾人，除咗係陸軍、海軍、空軍同埋海軍陸戰隊最高決策行政所在地之外，亦都係全國國防軍事最高決策嘅美國國防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嘅辦公地點。不過熟悉美國政府運作嘅學者話，就算摧毀五角大廈，都未必可以癱瘓美國嘅國防軍事運作。總統有咩事，變一聲坐 Air Force One 升空，就變咗佢個司令部就跟住佢走啦。係，佢可以俾到 order， 3種地方接到個 order 得啦。空防司令部管埋嗰啲核武嘅，美國有海外駐軍部啊嘛，兼夾美國有海外有好多艦隊，同埋美國自己國內軍區啊嘛。咁你 Pentagon可以bypass佢㗎。除咗五角大廈，同樣喺華盛頓嘅美國國務院大樓，亦都差唔多喺同一時間受到汽車炸彈襲擊。兩個受襲嘅地點相距好近。其實兩處受襲地點附近，仲有其他美國政府嘅重要設施，包括美國總統辦公同埋居住嘅白宮，同埋美國國會辦公嘅地點國會山莊。這個是民用飛機來襲擊，這種自殺性的襲擊，這種我覺得這是非常糟糕的行為。所以這種呢，實際上無意就是說呢，我覺得這個你要想探討後邊有什麼意義，就是說這恐怖主義者呢，就是想向美國政府挑戰，同時也是我覺得也是向人類的尊嚴挑戰。今次五角大廈受襲，除咗暴露美國政府對重要設施嘅防禦漏洞之外，亦都意味華盛頓嘅其他政府設施都會受到同樣嘅威脅。而家承認，如果有人騎劫嘅747的巨型客機啊，真保啫啦！就算你嗰啲空防飛彈啊，炸咗佢啊，佢嗰個墮落嚟啦，就唔好講咩，佢嗰個就算佢冇汽油冇帶炸彈，佢咁大嚿嘢砸落去白宮，你白宮都冧。美國傳媒報道，4架民航機喺唔同嘅地點同時受到騎劫，顯示事件早有預謀。但係美國嘅情報機關事前並冇作出預警。美國號稱有全世界最大同最精密嘅情報系統，隸屬軍方有8個部門，負責收集、整理、分發資料同埋電子信息，支援同國防軍事有關嘅活動。另外有4個聯邦部門負責罪案、經濟、能源同埋政治嘅情報工作。直接同恐怖活動有關嘅係獨立嘅中央情報局同埋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主要負責收集國外情報，支援其他部門，而聯邦調查局就負責國內嘅情報，監視同埋阻止恐怖活動發生。不過93年世貿中心第一次受襲，95年俄克拉荷馬城聯邦大廈炸彈案，都顯示美國對國內外嘅恐怖活動情報收集有漏洞。好似冷戰結束嘅大規模軍事嘅情報都減省一部分經費。科技發達啊，通訊網發達啊，用 email 嚟做嗰啲消息傳遞，就唔使揾人去傳信息。所以一個開放自由社會，咁多新科技嘅咁密切嘅國際關係啊，查不清查，實有漏網之魚。無線電視記者李志毅報導。而今次另一個重大嘅漏洞呢，就係民航機嘅保安。今次有4架內陸客機竟然同時被騎劫。而初步消息話咧，部分劫機者只係用刀同埋戒刀嘅啫。今次被利用做恐怖襲擊嘅，全部都係美國嘅內陸民航機。慘劇發生之後，好多人都批評美國國內航線嘅保安漏洞好多。事實上，國內航線嘅機場保安人員嘅流失率一直偏高。以有2架出事航班喺嗰度起飛嘅波士頓機場為例，保安人員1年裡面已經換咗2次班。一啲大城市嘅機場保安人員嘅流失率亦都高達90%。美國國內好多人都批評保安人員嘅訓練同埋經驗唔夠。U.S. airports have a terrible security problem, and just asking grandma if she's packed her own bag isn't going to fix that problem. It's more than just the passenger checkpoint. It's the whole perimeter of the airport and all the people that go on and off. And the FAA, no matter what they tell you, has done a terrible job at that.
美國而家每日有36000至4萬班航機升降。一個曾經揸過美國國內航線嘅機師亦都話，因為機場繁忙，國內線嘅保安相當鬆懈，就算帶武器上飛機，亦都唔係好困難。Any security measure tends to slow down the problem, the matter of getting passengers on board of airplanes. All right? So if you're going to start increasing the security measures at American airports, you're going to slow down the through flow of passengers, and they're already overcrowded. And nobody wants to build more airports in their backyard because they're noisy. So the problem is that they've got all these passengers who want to travel. They got only so many airports, and they got to get them on board the airplanes to get the airplanes away from the gates so the next airplane can get in. 其實美國內陸航班一直禁止乘客帶4吋或者以上嘅利器上飛機，但今次劫機者帶上飛機嘅利器有幾長，佢哋係點樣避過機場保安嘅檢查，就暫時仲未知道。調查人員亦都暫時唔可以肯定4架被騎劫嘅客機撞向目標嘅時候，究竟係由咩人揸㗎？咁但係有熟悉航空操作嘅人就話，從客機撞向世貿中心轉彎嘅角度嚟睇，駕駛飛機嘅人一定已經有非常專業嘅訓練。飛機轉彎係呢個根據佢自己嘅動力嘅原則去轉彎㗎。咁啊，所以咧飛機咧就要轉彎嗰陣係兜大彎轉嘅，唔係好似開跑車咁樣即刻可以轉得到嘅，有個軚咁樣唔係嘅。所以咧佢喺呢個飛機要針對一個目標進行嗰陣啦，佢要好相當遠嘅距離咧，然之後係控制嗰個機咧，咁咧呢個係兜個彎咧就係要有佢用離心力嘅原理咧。去轉彎去配合嘅，咁佢要控制一個機器一個飛機針對咁嘅目標嘅話咧，佢最可靠嘅咧就係用目視同埋佢嘅飛行技巧，所以佢可以用目視飛行技巧去飛咁先進嘅飛機嘅話咧，呢啲控制當時控制呢架機嘅恐怖分子咧，佢受過相當嘅訓練。評為今次絕對係一次非常有預謀嘅襲擊，佢仲估計應該仲有唔少恐怖分子已經透過喺航空學校訓練飛行，具備可以發動類似今次撞機襲擊嘅飛行技術。無線電視記者黃傑偉報導。我哋首先同阿馬鼎盛先生傾下啦。咁其實呢啲恐怖手段咧，都唔係話一啲好新嘅招數啦。好似呢本小説咁啦，已經好盛行，但係好多人睇過咧，就係用飛機嚟撞毀美國國會嘅。咁我哋係咪都高估咗美國嘅自己嘅防衛能力咧？應該係美國嘅防衛能力咧，包含住2個內容。一個內容就係佢對，比如講國會山莊、白宮、五角大樓同埋一啲即係商業中心嘅防衛，佢嘅呢個導彈啊或者高射炮啊，我諗呢啲應該係有嘅嚇。但係最緊要嘅咧，就係心裏邊嘅心防，即係美國人有冇一個咁樣嘅預測，有人夠膽喺佢心臟地方喐手？但係成個飛機撞落嚟都係防不勝防喎，會唔會？應該講防不勝防，因為即係就算紐約嚟講咧，佢每日有即係上千架次嘅呢個起落啦。咁你唔可以即係畫一個好大嘅安全圈，使到啲民航機唔準飛入嗰個範圍之內。即使你畫一個10里咁樣半徑嘅安全圈咧，喺呢啲民航機嚟講咧，只不過都係幾十秒時間。幾十秒，如果佢即刻嘅急轉彎撞向呢個目標的話咧，你軍事反應咧未必可以判斷佢係一個騎劫機，係一個恐怖嘅機。而呢個批准發射導彈，亦都我諗冇人敢拍呢個板，因為你打錯咗點樣辦？或者你打咗以後佢跌落嚟又撞死更多嘅人點辦？呢啲都係一個心防嘅問題，唔係技術問題。咁其實係咪話成個防禦系統係出咗問題，成個情報機關都出問題？應該係咁講，即係整個美國社會佢太過高估自己，同埋太過低估佢啲敵手嘅呢個決心同埋辦法。咁如果睇翻民航嗰方面啦，係咪即係和平時代太長啦，咁大家都疏懈咗咧。我諗其實如果大家喺美國如果搭過飛機嘅話，知道咧內陸機其實差唔多係冇保安，即係如果即係保安非常之鬆懈，要騎劫嘅或者甚至乎運毒啊諸如此類嗰啲都會非常之容易。咁好似今次咁嘅情況，我諗就其實真係防不勝防嘅。即係你話將來可能即係加強防衛都好啦，你一啲細嘅機場咧，你基本上已經冇乜辦法加強防衛。在好多美國人嚟講，飛由城市都飛到城市，就好似歐洲人搭火車咁樣，係一個好普遍嘅行為，係好難防衛嘅。尤其是譬如
琴日咁嘅即係例子，曾經有即係撞咗幾架機之後，曾經有個消息話有架機再飛緊去華盛頓，佢揾緊即係戰鬥機去攔截。咁嗰陣時都有啲專家話，其實你係唔可以打佢落嚟，因為其實犯法嘅呢樣嘢，你唔可以政府去打一架民航機落嚟。咁如果用同樣嘅即係方法嚟到做呢個恐怖襲擊嘅話咧，即係其實真係防不勝防嘅。會唔會一個新趨勢咧？應該講係一個新趨勢，因為美國太過強大啦。喺今天即係環顧四周咧，佢嘅敵人咧係唔可能以呢個正常嘅戰爭嚟打敗佢同埋威脅到佢。咁就算用呢個導彈啊，或者偷呢個核彈啊，呢個長程嘅都唔可以突破佢嘅重重防衛網。但係咧，從佢嘅內部嚟襲擊佢咧，呢樣嘢咧就真係冇法子防得到。而且就算你以後呢個喺內陸機嘅保安都搞到十足十，但係佢可以改用其他辦法，比如講生物戰嚇，用一個細菌彈，只不過係2公斤可以殺死200萬人。咁就算佢宣佈佢有呢樣嘢，放咗喺曼哈頓，你已經要對付唔到啦，就唔使騎劫飛機。或者我攞個汽車，或者我攞個小型飛機都辦得到。咁但係呢個生物戰嘅可能性，而家睇嚟都唔係好大啫。唔係好細啊，因為即係蘇聯崩潰咗以後，佢嗰啲生物戰劑咧係冇錢去維護同冇錢去保養嘅。咁如果有人出高價嚟買咧，唔係好難喺即係國際市場上都能夠買得到㗎啦。但係今次睇嚟咧，好似成個恐怖組織咧係好有部署喎。絕對係非常有軍事眼光，一步一步係選擇美國最薄弱嘅、最敏感嘅神經地方落刀，而且咧係用好少嘅犧牲換嚟即係震驚整個西方世界嘅效果。咁如果睇嚟呢個會唔會係即係呢？但係呢個邊一啲人可以有資格、有能力去做啲咁詳細嘅嘢？嗱，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啦，就唔係話邊個有呢個力量去做，而係邊個有咁大嘅仇恨，可以冷血咁殺死幾萬無辜嘅和平居民。佢想做乜嘢？我哋先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咧，我哋會睇下美國同阿拉伯世界嘅恩恩怨怨。